Hello，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我哋視頻。咁呢條帶大家睇一套獨門獨戶呢個單位龍琴灣呢度咁先去睇下我哋外邊嘅景觀先呢邊咧就可以睇到別墅區同埋睇到東邊3期嘅樓係1期嘅樓都可以望到好啦，咁入翻嚟呢度，打開呢陣門入來呢，入邊咧就係屬於自己嘅私家空間啦而且露台係非常之大嘅，好多業主好似樓上樓下都好多業主係放埋個窗放埋呢個陽台將嗰個房嘅玻璃打通打雕，放埋個露台，就顯得空間係非常之大呢塊都可以利用上可以先跟住我哋鏡頭先睇露台先呢一圈都係露台嚟㗎多數業主係將呢笪牆全部打通移出嚟呢邊所以空間係非常之大㗎哇一圈望海景呢邊都有個非常之大嘅露台㗎整條沙灘整個內灣嘅海景都可以望到㗎整個海景都可以望到㗎超靚景觀咁呢單位咧喺龍琴灣咧係一層剩低，只係一套單位係一層得一套咁樓上樓下都係只係移出嚟封埋個窗，所以顯得空間非常之大。好啦，咁探翻去咧就睇下我哋室內先依家室內嘅空間其實唔大嘅如果移出嚟咧就非常之大啦而且移出嚟就非常之大啦東向、南向西向全部都可以望到而且前後2個大露台咁入翻來咧就睇下依家入邊個房個情況先一入來咧都係一鏡到底呢種入來咧就係一張大床前面咧就係我哋嘅廚房位，都係開放式嘅咁呢個空間咧大概係20個平方廿幾個平方呢個空間咁呢邊咧就係煮食嘅地方啦不過都係用電㗎咁啱先都講咗，如果將呢塊全部拆晒移出去外邊嘅話，空間就顯得非常之大嘅啦咁入邊呢度咧就係我哋嘅洗手間洗手間都係做咗乾濕翻嚟嘅，而且洗手間都可以望海洗手間都係望海嘅。呢邊咧就係乾濕翻嚟就係洗手間呢笪牆咧就打唔到啫其他都係可以打通移出去，封埋個窗，所以景觀就無敵靚景觀無敵靚咁呢個單位呢講咗啦，呢單位一層就得一套咁如果自己花啲錢將佢拆晒移出去，封咗露台，呢空間就非常之靚，景觀都係非常之靚㗎但係要花大幾萬蚊先可以做到因為啲玻璃貴咁如果中意呢單位嘅觀眾朋友咧，就可以聯繫翻小王睇睇，但係呢個單位依家價錢都係非常之平㗎唔到40萬就可以攞低如果有意向觀眾朋友咧，就可以同小王聯繫翻過嚟睇睇感受下，咁我哋都支持專車接送㗎專車接送如果有時間想過嚟睇，有意向嘅話就即管過嚟睇就 OK 啦咁呢條片大概內容咧，我就介紹到呢度 OK。